爱的喜乐的时刻。求圣灵满满你中间带领我们，让我们所唱的得着主你的喜悦，让我们所奉献的成为主在这个世代让弟兄姐妹得造就的帮助最大的动力。谢谢主，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再一次聚集，一起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主上帝。那我们就从关心教会的事工开始。今天是妇女主日，姐妹团契与雅各诗班在第2场礼拜中服事。欢迎基甸会同工王牙龙长老前来本会请安报告。下周为圣灵降临节，下午1点，短宣核心同工会于教育馆303号教室举行。5月27号星期六上午10点举行外展合班欢庆福音茶会，于教育馆 B1， 欢迎邀请福音朋友参加。第2牧区定于6月3号星期六举办2区联谊下午茶会，邀请2区兄姐踊跃报名参加，请在2区的群组或是教育馆1楼报名。好，再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金句2次，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大家可以看周报的第1页或是前面的荧幕，请。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这独一的真神，也让我们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世上有永生的盼望。主啊，你差派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被钉十字架，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又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那真理的灵，常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里面留下平安给我们，让我们心里不致忧愁，也不致胆怯。圣灵，求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愿主的圣灵充满我们。主啊，求你透过今天的诗歌、今天的赞美、许牧师的讲道，再次触摸我们，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悔改转向你，重新有正直的灵。主啊，我们或有内心软弱，或有生活中的烦恼，不管是工作上的压力，或是学业的压力，身体有苦痛的，求主你赐下医治，赐下平安，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卸下我们的重担。主啊，让我们全心来敬拜你，仰望主，与主同行。我们特别为了这2天正在会考的少期戚友来祷告，主啊，你赐给他们平静安稳的心，让他们在考试的时候能够把平常的准备有好的发挥。主啊，你赐给他们勇气跟力量来面对不同的压力跟挑战，赐给他们有信心，不管结果如何，都能相信主为他们安排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也为教会接下来的事工祷告。我们有月底外展同工的福音茶会，我们有暑假的短宣营队，还有韩国宣教体验营，9月全教会的灵修会。主啊，你与我们这些筹备的同工同在。主啊，你纪念他们的献上，让我们福音可以带给这些参加科学园的小朋友，也把福音带给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主啊，让我们在彼此服侍的过程中，体会更多从神而来的爱，能够更贴近主，紧紧跟随你，与主同行。
最后，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同开口。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早晨来到这边，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至荣耀。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阿们，我们拍手归荣耀给我们的神，阿们。求我们的主此时此刻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到他的殿中，单单的领受属于他的福分。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
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属于你，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是的，主上帝，我们真的是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在你的殿中来亲近你，来敬拜你。亲爱的圣灵，我们知道，当你的灵在哪，哪里就是主的殿。主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成为敬拜主的圣殿。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家，到你面前来，带着我们每一个人渴慕的心，同心来敬拜。谢谢主，回应我们，爱我们，亲近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请坐。感谢主上帝，让我每一次在敬拜中间能够更深经历到，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开始在说的，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而且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他不只让我们不缺乏，不只让我们不缺乏，还让我们可以得胜。这是在我们的在今天这样一个这么复杂的环境中间，回到上帝的面前，得着他的话语，是我们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教会在一年中间
会有儿童主日、妇女主日、青年主日、爱家家庭主日，有松年主日。那今天呢，是我们教会所定的妇女主日，在第2场礼拜，我们会有姐妹们参与在整个的服事中，所以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他们布置的这个地方，蓝色象征代表了我们整个环境是四面都是海洋，绿色也象征着台湾青翠的高山。白色、黄色在说到台湾真的是物产丰富，上帝所祝福的。那这在第2场的主日中间，姐妹们会参与许多的服事。我们盼望有弟兄姐妹，你可以参加第2场礼拜。在我们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一起了解、参与在基甸会的事工。在这100年来，他们借着分发、分送上帝话语圣经，让许许多多的人可以得着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感谢基甸会派王长老到我们中间来请安，来分享。我们请王长老到来。感谢主，让我能站在这里，跟我们的士林教会所有的同工，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国际基甸会最近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教会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奉献。感谢，除了感谢还是感谢。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记载圣经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第7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定，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就我们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为了台北特区国际基甸会，我们还开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绩效的成果。我们台湾在去年开始到昨天为止，分出去的圣经是205244本圣经，205244本圣经。奉献的金额是2050万的金额。感谢，特别里面是我们士林教会对国际基甸会所捐赠的。我加入这里面，我才知道他们的账是很清楚的，他们一分钱都没有浪费掉，然后只放在他们自己应该做的一些事务上面，特别是我有机会加入他们的财务，所以得知一些跟我们好像我们昨天在这里开的财务会一样，我们财务的检讨会，我们的教会里面一些缺失的问题，在北中财务部的地方有做一些检讨。基甸会真的是一个国际性的，所以它对我们所有做的一些事工来讲，是应该是很清楚的。请我们为了传福音，然后我们会遵循个人的一种使命。本人是一直希望说，能用圣经的一些教导来诠释我们今天要说的生根建造这几句话。生根，这个生的根我们是看不到的，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的生根。
我们把种子撒下去的话，我们是看不到它在成长的。然后它有向水性，所以潮湿的地方它就一直过去，然后扎根以后成长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也知道，树叶是往有阳光的地方去，根是往下越扎越深，而且它英文字是 roots 的，也是一种动词，所以它是每天都在更改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年国际纪念会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希望说需要在圣经的真理中茁壮成长。生命的根源本出于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有爱、有恩典、有真理、有盼望和救恩，所以相信所有的道都建筑在主耶稣基督的爱和救恩的基础上面。我们传的道，特别是我们基督徒里面会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是我们基督徒里面所有的一些的基础。我们也知道，马丁路德他把这个教会里面从基督教跟天主教，然后为了赎罪券的一些问题点，然后列出来的一些95项的论坛，然后有了新教的出现。所以它里面有3点最大的诉求，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有读圣经的一个权利，然后教会是我们基督的一个磐石。所以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7章24节到27节，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立在磐石上。凡听我的话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成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无形中就在警惕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其实我们在基甸会上面什么都不敢奢求，因为我们知道放在祷告里面是我们的需求，我们向神说出我们的需求，跟上帝对谈，跟他在讲话，就跟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然后成就了并不是你的需求，成就了真的是主的旨意。所以我们一些做的事情的话，并不是说你想的，你讲的那个天花地穴也没有用，要彻底下去实行。当我加入基甸会的时候，我是一个新生，所以我在里面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做，除了服从，我什么都不敢奢求，只不过是想要装备我自己，能够把我自己的信仰建立在教会的磐石上面，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在真里面生根建造，因为生根，我刚才已经说过，生根是一种看不见的事情，建造就是要用我们圣经的真理来做基础。我们要同心合一，彼此接纳，共同建造教会，需要圣灵与我们同工，建造才能够确定稳固，效法保罗甘愿受苦受难的牺牲，不计代价的支出以及奉献。我们这种方式的传福音，一定会蒙主悦纳的。因为无论得时或不得时，我们总要抢救更多丧失的灵魂。在台湾，我们知道有6% 的基督徒，约略是144万。我们基甸会只有2552名，占的是0.16%。所以希望贵教会能够有人接棒，在我们的基甸会也希望有新的成员能够加入，特别
比如说我们的李长老在贵教会已经有差不多将近10年以上的20年都有了，他每次都在我们士林教会做报告，然后每次都在苦口婆心跟各位，希望你们加入我们基甸会。还有，比如刚才有个那个黄弟兄说的，黄崇道哦，黄忠明，以前来这东西都在基甸会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造就。深耕信仰，深耕圣经的真理，深耕信仰，深耕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安定在天，上帝的话安定在天。凡勤读圣经，遵行主行的道，如同树栽在溪水旁，还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许的，特别个人是很喜欢创世纪，创世纪里面的一些故事启发我们好多的一些，知道当时的作者他们对圣经上面的一些叙述，然后他们在那个样审理，虽然这是一种规矩，创世纪第1章他就这样讲的。有暗时，有黄昏，有日时，一载第一天、第2天，一载，他说用这个的方式跟我们在分享，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回到圣经里面守这个规矩。因为我们人只要没有规矩的话，没有诚实的话，没有一些基督徒该有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去遵行，这是愧对主的。所以，因为圣经是神所默许的，然后记载都是真实可信的，所以我们基甸会的主旨就是把圣经送到人的手上，那些让他们能不管越早接受越好。我个人征经的时候，我发觉国中生、高中生跟一些小学生来比较的话，小学生的接受程度是最高的，而且他们几乎是那个呼朋亲友的，这样是说一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拿到一本，虽然是很简单的一本这种，他们认为这种圣经给他们，我一再就是用这个圣经跟他们做一个很好的一些解释，这是一种基本性。这本圣经是一个生命的书，它虽然不是百科全书，然后可是它很多给我们人生的一些启示，然后一些教导都在里面。特别是新约，我们从新约里面，从主耶稣受难之后的一些继续在里面，然后鞭策的我们做一些服务的话，那种啥我们要传福音的话，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要装备自己。所以我知道目前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一些挣扎，我拿我个人做简单的跟各位分享1分钟。我是三角埔教会主日学，然后少年团契，一载青年团契、圣歌队，还有那个服务团契，一再这样子过来。可是我受洗的日子是并不长，因为我女儿她20岁，她就受成人许，我是一再借口推着我太太跟我一起受洗，因为我替她祷告，然后我希望她跟我一起结婚，在教会里面结婚，也希望她跟我在教会里面一同受洗。像
在这个的情况之下，希望我们基甸会，他也跟我加入基甸会，在里面做服事。我希望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知道，一起传天国的福音是要同伴的。所以，我个人希望在末日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一起做同伴，一起来做基督徒的尖兵。我们知道这个基甸这个名字也是从圣经里面出现的，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子、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0节，第19节到20节。我要做个结论。目前在疫情、战争，我们都知道气候的变化，然后一些天灾地变对我们的一些影响，所以目前的我们觉得，我们特别是在无奈疫情的冲击之下，还有对岸的一些恐吓，还有乌俄战争的一些挑战。对我们生活上面影响有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趁着末日的钟声尚未敲响时，我们靠着那给我们生命的主，齐心努力，共同建造生命的价值，然后完成。因为学习做人的智慧，以及在基督补给之短，能够学习，大家一起成长。因为基甸是少数人中的少数，能够参与服事的话，是经历神的操练，才能得到那个基甸的一些蜕变。因为一个人要完成一个使命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想做就去做。假如有一群人要完成一件事情的话，是要经过大家同意的。所以我们同心合力来完成这些使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感谢圣灵教会给我们的机会，谢谢，谢谢。好，我们感谢王长老跟我们一起分享基甸会。昨天在预备的时候，有青年问我说：“他们基甸会那个记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我不知道，盼望今天听得到。他们说基甸会为什么选基甸？基甸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没关系，你大概明天大概可以了解一些哈。我们一起为基甸会在做的事工，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过去这几十年来，不管在学校、在路口许许多多分发圣经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借着圣经上帝的话语，回到我们今天，继续从复活节到现在这2个月，我们都用约翰福音，我们要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段落。约翰福音到第17章的时候，主耶稣回答了一个问题，这也是整个圣经中间2个难题中间的一个：什么叫做天上的父？另外一个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要请验视执事带领我们来看今天的2段经文，一段是约翰福音17章，另外一个是在彼得前书4章。约翰福音17章1到5节：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因为你曾赐给他权柄，掌管凡血肉之躯的，使他把永生赐给你。凡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彼得前书4章12到15节：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上帝的灵在你们身上。
经文我们特别看到第一段，这第一段在耶稣在回答什么叫永生。基督教信仰的圣经里面，他提到2个，我刚刚提到一个就是天上的父，这个天上的父到底是跟地上关系到底怎么样，也是信仰上我们常想要学习到的。它不是在指空间，它在指超越性，它在指超越性。你的理性、你的经验超越这次的那个超越性的一个对象。第2个部分呢，我们在说到的基督教信仰，第2个就是永生。永生是永恒的生命吗？那如果一直不会死，那就大条啊咯，事情就难过了。如果我生病，我走不动了，然后都不会死的话，那才难过。所以，一个是在指空间的超越性。天上地下天赋不是在指我们所说的1层、2层、3层的天，永恒的生命不是在指60岁、80岁或120岁时间的生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2点。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聚集。我刚刚有提到，我们今天是妇女主日，在妇女主日的时候，我们盼望大家能够一起关心，就像我们台上所看到的，昨天姐妹们有一些布置，它布置象征到我们在台湾享受上帝特别的祝福，物产丰富，环境又特别的美好。我们求主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祝福。所以你会看到，在人类历史这100年来，女性的参与不一样。在美国，女性投票才100年而已，最民主的国家。但你可以想象，这之前女孩子就不是人家里移动的一个工具。这也是经过人类不断的去经历上帝创造的心意，才知道上帝的创造原来有男有女。在5月6号刚就任的英国国王，大家都知道，他的妈妈70年，伊丽莎白2世70年当女王，可能没有一个可以这么长久当国王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虽然没有实权，但是为国家、为联盟、为世界带来相当程度的贡献。这是女性的角度。女性她们为了要服侍，受差遣出去是要为了服侍。在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有许多的国家领袖是女性，借着妇女、借着女性的特质，从上帝所领受到的，他们为人类带来另外一种的开阔，整个眼界的开阔，包括我们看圣经都有所不同。所以在5月6号，英国的国王就任，大家缅怀的是过去这70年伊丽莎白2世的贡献。在5月12号，我们台湾国家祈祷早餐会，蔡英文总统也有参加。我们盼望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让妇女、让女性，她们所领受的经验、信仰的体会、服事参与的部分，有更多、更开阔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祝福的地方。虽然可惜还有很多的团体，他们是不接受女性参加的，但这是比较可惜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女性的参与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创造人有男有女。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看到，在上帝整个给我们的话语中间，就像我们今天是妇女主日，聆听妇女的信仰经历，开拓他们的多元角色的参与，然后贡献他们的经验、智慧跟力量。女性跟男性真的不同。我常常跟大家分享，我的太太是我国中的同学。那你看，怎样这个人偌久啊？这个好怎样偌久啊？可是到现在还不断在牧师娘的身上去看到上帝的心意。也就是说，上帝创造有男有女，那我们如何能够更真实
不是谦虚啊，人不可能谦虚哈，人很自我中心。但是我们如果更真实的进入对方，才能够更认识上帝，才能够更认识上帝。所以在妇女主日今天，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首先，我们要说到天上的父，耶稣在今天的约翰福音17章第1节说，他跟学生讲完了这些以后，他就举目望天。所以耶稣基督讲举目望天，不是表示他每次祷告都看天上。这个图我很喜欢他，因为他是真的是太难过了，痛苦的整个趴在那个地方。可是他是举目望天，那个望天代表他从世间的角度向上面来祈祷，这超越空间的意义。他向上来祈祷，也就是说，人的心里面有一个渴望，让自己我们叫做 upgrade， 让自己提升。你是不是会想要让自己提升，无论在哪一个方面？所以在灵性生命上，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向上。那个向上跟向下不是好坏，不是空间的意义，而表达出人的有限软弱，我需要一个力量。祷告是这样，主耶稣也是在那种情境中，他举目望天。他在人最实况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举目望天，他盼望从上面超越空间的上面得着力量。保罗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他在写到我认识一个人，许多人都说这就应该是保罗，他曾经被提到第3层天。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有1层天、2层天、3层天这种概念，这不是空间在说的。第1层天就好像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有飞鸟，有浮云，在大气层里面，犹太人的观念。但是在这个之外呢，日月星辰、外太空的穹苍，就好像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已经不是在我们所说的天空的领域了，已经是所谓的外太空了。从这个角度，我们也看到那个第2层天。但是第3层天呢？不知道。圣殿建造好了，奉献圣殿的时候的一个祷告，说：“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你的百姓的祷告。”这个第3层天，绝对不是空间性的一个天，这在指到永远活着、永生的上帝、永恒的上帝，他的存有，那不是空间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启示录，它有很特别的一个记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宝座前有一个如同水晶的玻璃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宝座在天上的上帝的前面有个玻璃海，好像水晶，它隔离了。如果从空间角度，它隔离了1、2层天跟第3层天。它把1、2层，第1层的浮云、飞鸟的天空，第2层外太空星辰的穹苍，它把1、2层跟第3层中间隔开了。启示录里面在讲的海，是人犯罪的实况，人的罪把上帝的同在跟我们的实况隔开了。上帝的宝座跟这个人世间你我每天生活应该拥有的丰盛被隔开了，是因为这个海就是在说到的人的罪。但是到了启示录21章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看到一个新天新地，最重要的是这个海已经不见了。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所以把这个海就不见了。上帝的宝座跟
第一层天、第二层天跟你我生活的实况整个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上帝的应许：我与你们同在，成为真实。如果人的罪还在，如果这个像水晶的玻璃的海还在，那么一二层天的实况跟上帝同在宝座就一直是分开的。人会在焦虑中，会在彷徨，会在自我中心，会在寻求自己可以安身立命、得安慰的地方，但是寻不着，因为中间有这个海隔开了。可是借着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我们看到永活的父上帝在我们中间。所以天上不是指空间，是要我们仰望生命的宝座，就是复活而且掌管一切的耶稣基督。因为借着他的救赎，海罪被洗清就不见了。圣经里面在说到永生永活，如果跟刚刚所说的空间来做一个对照，那它就不是在指时间哦。刚刚我们提到的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耶稣说什么叫永生？可是你看了他所说的，你可以有一些体会吗？你只要认识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那你在永生。我用一个比喻来做我们今天的结论：你侬我侬，再来呢？特煞情多，会唱吗？这首诗词叫《我侬词》，是在元太祖的时候。元太祖叫什么名字？在元太祖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叫做赵孟俯，辅仁大学的辅，赵孟俯。他很优秀，长得又英俊。那个时代20岁早就已经结婚，但是他过了30岁还没有。其实后来人家介绍了这位管道生，一般称为管二小姐，因为在他家他排第2，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女性，所以他们在一起结婚，生活非常好。2个人不只是在他们的才能上面，书画诗词都非常好，2个很能沟通，而且2个感情很好。30几岁结婚，过了10来年，赵孟俯越来越升官。突然发觉在他之前，王献之除了太太以外，还娶了2个妾。前不久还有一个叫苏轼的，我们称为什么？苏东坡。除了正宫以外，还有2个非常跟他心灵契合的妾，所以他就写了一个词给他太太。王羲之有这个，苏先生有这个。我如果娶个乐女，娶个舞女，那时候乐是一个国，舞是一个国，应该也不为过吧？这个时候，这位正宫啊，管二小姐已经40几岁了，已经不像10几年前那个美貌，所以管道生、管二小姐就写出了《我侬词》，就这首。这《我侬词》呢，我们最熟悉的最后了，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什么情，死同一个果。情就是被子，中文老师是这样吗？情的意思情就是被子有教中文。果呢？果就是棺木中间的那个内棺。活着的时候我们盖同一件被子，死了我们放在同一个，到平安园放同一个墓穴虽然说2个生死的时间不一样，放同一个墓穴。他在说的是这样。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永生的福，生着的时候，我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他给我的平安、丰盛、喜乐，
生着的时候同盖一个被子，好像我们说旧的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有耶稣基督新的衣服、白的衣服穿在我身上，跟耶稣基督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锅，同样的一个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又复活，我同样经历了这个十字架，跟耶稣基督永远不会分开。这是在说永生是一个福，圣经给我们的。因此你会经历到丰盛是什么意义，在每一天忙碌中间，你也会经历到喜乐所带来的泉源。它不是快乐，不是一闪即逝，而是你安稳的一个力量。它会让你经历到耶稣所应许的困难逆境无法明白中间，仍然得着平安，而且罪得赦免来的真实平安，才让你可以仰天，生命日日得到更新，更深体会到改变或者是舍己的生命态度。舍己不是你有形东西的给，而是越来越愿意把自我放到一边去。无论是你的言语、行为、态度，你会更深从对方的角度来看，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这位上帝不是遥远的上帝，而是真实就在我的身旁，就像我们刚刚所读启示录经文所说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二段经文，彼得告诉我们，你在实况中间，如果为了基督的名的缘故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那个在永生的经历中间，就是上帝真实的同在中间，你会发觉能够为了基督的缘故来一起受苦，你会去经历，会去有一个喜悦的心会出现，而不是因为自己的需求得满足，是因为你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满足了。为基督受苦是这样，你会经历到哇，天父上帝的心满足了，那个时候你在永生之中。所以我们求主上帝帮助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关系，永生就不是在指时间哦，是在指你生命的质的变化。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上帝的灵，让我们能够在永恒中间享受上帝同在的喜乐。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每一天你面对你生活中间的功课，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继续用圣经有约，用任何一个方式跟上帝更亲近连结。每个主日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彼此代祷，彼此请安。你知道在这个信仰的家里面，你有家人，有伙伴，就好像我们在人世间有连结，但是我们在信仰家庭里面有更大的连结。所以今天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聚会的弟兄姐妹吗？我们盼望你能够继续来参加。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王长老还有李胜雄长老，他们代表基甸会到我们中间来哈。盼望在这个士林基督长老教会，无论是你一次两次或经常，能够在每一次的敬拜中间经历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永生的福。当然在这个时刻也要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教会常常也会有年轻人或者说年长辈啊，除了周报有写的这些事工以外，在6月3号，就是孙木生牧师的妈妈告别礼拜。如果你要参加，请能够在招待所那个地方登记一下，我们看交通这个情况哈。那也感谢上帝，昨天我们有个青年许安利哈跟黄之瑜昨天订婚哈，我们请他们起立，让我们拍手欢迎一下哈。谢谢，请坐。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信仰大家庭里面，我们一起彼此分享、彼此连结、彼此代祷的地方。主上帝帮助我们。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不一样，有一点点像你现在有在看列王纪上吗？今天第几章？
列王记上下完以后，再来是历代志。好了，讲一个点，让我们再来看的时候，看能不能有一点不同的心情。列王记上下有一点像马太、马可、路加，它叙述故事、讲历史。历代志上下有一点点像约翰福音，它故事很快带过，但是加上解释，加上一些诠释。你看马太、马可、路加讲5饼2鱼，然后约翰福音呢一样讲5饼2鱼，后面多了什么？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约翰福音会加上一些诠释，加上一些解释，所以你读约翰福音会发觉它的解释怎么那么多。同样讲祷告文，马太、路加有主祷文，约翰福音直接让你看耶稣怎么祷告。我们现在在读列王记上下，你看到王好多不好的王，这些不好的王，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当列王记上下看完，再看历代志的时候，你注意一下眼光，你会发觉它多上了诠释、解释。这就是两卷的不同。我们盼望借着上帝的话语、圣灵的带领，让你生命的眼光可以开。你看到你现在每天的工作、功课，但是你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今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再次到你面前领受主你所应许给我们永生的福气。我们知道主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能够认识主耶稣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求主继续引导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真实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领受永生的福气。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站立，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接近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有，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上生命完全为你有，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现在一起预备心来感恩奉献。有你与我一起。
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亲爱的主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断的提醒、感动，让我们能够立志，我们一生最爱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你。求圣灵进入我们中间，让我们经历到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主上帝真实同在的喜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奇妙的恩典、圣灵的同在、扶持、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请大家在殿乐结束之后彼此请安，再离开。就赐给我清洁